如何解决安平旧城交通塞车一直是地方的寄望，其中思考连通安平渔港两环的成平路甲永华路的跨港大桥将有了下落。目前总经费13.5亿工程，干务局已经向中央争取9.7亿的补助。上午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嘛热烈考察，立委林俊宪邀请交通部处长南下关心，向乡亲报告该工程预计年底发包，114年中完工的好消息。61线下来的所有的车辆，咱就往这条桥，互伊走过永华路。伊若要去继续行快速公路，伊当去走80人，伊就走滨海公路嘛吼。然后你也要去港区，也去走滨海公路，去套86号，看要国1、国2，它就很方便吼。所以咱台南市这两个仁都二脉这两个所在拢跑得通吼。即马现在进度看起来都差不多啦，这进度是不拢差不多。你若今年发包，啊，这个安平跨港大桥也今年当发包哦。你咧做几单？3档哇，吼，3档哇。啊，咱这个差不多4档啦，吼。这工程拢莫去拖延着，差不多强要共一个时间会当通车，吼。所以对台南市的未来交通哦，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建设。因为跨港大桥嘛是市长黄伟哲担任立委期间所争取开辟，市长对着该建设将解决安平交通，同时串联观光加经济商机表达感谢。是一个环状线的概念了，因为以前是要单向，好要进出，现在是有进有出这样子一个非常便利的环状线，相当程度的解决了安平的这个假日交通拥塞的问题。不管是曾文溪大桥，不管是跨港桥，都感谢我们林俊宪委员还有我们市级的委员大家努力，尤其在交通委会长期服务的林委员那感谢交通部能够从过去林佳龙前部长到我们现在王国材部长，还有我们陈次长陈彦博次长所以还有公路总局各位长官许局长，还有各位长官一起努力能够让这个交通顺利能够完成。根据了解，跨港大桥设计已经进入尾声，其中桥梁结合台港生态甲历史风貌，嘛互当地参与里长共同见证，相当期待。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